南投仁爱乡的合欢溪步道，这个环境真水，这个合欢溪就是国宝鱼台湾尊的护育地。但是有人并大行路，直接把车驶入去步道，唔那甲游客逼到无路通行，这个汽油味甲噪音嘛破坏生态。讨论过国家公园管理处讲，会赶紧来安栅栏徛告示牌，禁止车辆来进入。 南投合欢溪步道有车驶入来，规台车从4条山路占条咧，后壁搁对3台4层的机车，车一个驶过，涂粉也是蓬蓬，已经有真高的汽油味，行路游客挡袂牢，将嘴甲鼻啊弯掉咧。就是要慢慢走进来，也不要去破坏它。这样，这个本来就应该是用2条腿走过来的地方。 这是南投仁爱乡合欢溪步道边，就是合欢溪水受够清，这是国宝鱼啊台湾尊护育的所在。小巴国家公园管理处有调查，全台湾的台湾尊总数是12587尾，合欢溪流域就4650尾，这嘛是在地部落的水源地。来这里观光，来这里看风景是没关系，你来这里制造垃圾就不行了。 现场嘛，敢有看到有人驶白牌车载人客，警方讲若抓到会使罚10万到2500万。越野车队擅闯这件事情，会针对这些游客的脱序行为采取应对措施，可能会做一些栅栏来限制车辆不要再进去太里面。听到国家公园管理处讲，合欢溪步道无限制游客进入，要过车若驶入去，危险嘛会影响环境。 会设违章加采告示牌啊，呼吁游客唔通过驶车挖进合欢溪，减少对环境的伤害。